老闆幾時係最可愛啊？發脾氣嘅時候，係咪？老闆會同你講啊，我唔理，呢個世界冇話講啊，你同我死都死唔佢，你同我死都死唔佢，你同我死都死唔佢。唉，嚟啊！工作乏味做到想嘔 ，OT 到2點，仲要唔俾走。同老細講佢話冇相干，日日撳埋落去，真係好傷個肝。用人唔乸使用到咁盡，出嗰少少錢就要千依百順，為咗生活逼住冇得辭職，錢難作怪，不斷壓迫，唔想返工又有乜嘢計？我哋又唔係李嘉誠個仔 ，call in 扮病射波炸死，今個月啲 quota 已經所剩無幾，一個月睇足10次醫生，我阿姐就嚟當我黐孖筋，求你教下我可以點樣過骨，俾人炒咗呢鋪真係要行乞。返工放工由早到晚，係咁做係咁做，已經成為習慣。由16歲做到60歲，日又做夜又做，人生失去樂趣。返工放工由早到晚，係咁做係咁做，已經成為習慣。由16歲做到60歲，日又做夜又做，人生失去樂趣。香港生活節奏急速，令人氣促，生理心理硬谷。青年彷徨前路茫茫，維港兩岸前閉奴隸溫床，受壓力壓迫嘅香港人，其實純爆燈，市面一片愁雲。做人到底係為咗乜？唔通為咗錢真係點樣都得？以前讀書有理想實現，慢慢接受現實殘酷一面。點解長大成人之後多咗壓力，少咗動力，生活少咗價值？人人都知金錢唔係萬能，不過支配緊香港幾百萬人，朋友、健康、夢想、家人、時間，通通犧牲。返工放工由早到晚係咁做，已經成為習慣。由16歲做到60歲，日又做夜又做，人生失去樂趣。返工放工由早到晚係咁做係咁做，已經成為習慣。由16歲做到60歲，日又做夜又做，人生失去樂趣。朝9晚5，感覺迷失金錢，其實係咪生命唯一？返工放工對住四面牆，活動範圍細過堆小肥羊。700萬個人頭，400萬隻牛，只顧食草，每日耷低頭，生活冇要求，皺埋眉頭發愁，喺個龜殼縮埋個頭，埋頭苦幹為咗供層樓，唔知供到幾時先至有得唞。到你揾到錢，理想逐漸消失，究竟為咗生活定係需要物質？想準時收工，各位打工仔試下提高效率，懶係緊守崗位，積極面對壓力，定一定神，買住6合彩，買個希望脫貧。但大家知道，基本上所有批評有錢人嘅人，背後只係得一個原因，就係佢唔係有錢人。